根据统计，无说离跋倒也是车祸，有50%的人会去伤到头壳，致使脑创伤。有时阵脑创伤的程度正轻，症状无明显，民众是袂去要医。但是医生提醒讲，即马已经有研究来指出，长期轻度脑创伤是造成神经退化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这部分是袂当代医的。头痛、头晕、记忆变差、失眠等都发生。前卫福部长柯文哲过去捌出过车祸，车祸了后出现一寡后遗症，加在真紧就恢复。我还幸运，在1-2个星期后就完全恢复了。迄摆事件，让柯文哲开始关注轻度脑创伤的议题。落尾，伊为2009年开始参拜医大团队合作研究，招1000外个受测者，经过15年的研究，即阵发现长期轻度的脑创伤是造成神经退化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袂当看轻。头痛、头晕、注意力没办法集中、记忆力不好、睡眠障碍或晕眩。那这个症状讲起来，它不是说那么严重，可是它对生活、工作是很大的干扰。轻度脑外伤大概是占最多，占80%。那轻度脑外伤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症状，大概有在早期前6周的话，大概是50%，大概有一半的病人会有症状。长时间来讲的话，大概是15%到20%。会留下长久的症状。医师张英豪表示，脑创伤的发生比率，关过癌症甲心血管疾病真济。根据统计，跋倒、车祸、畏悬的所在落落来的人，有50%的机会会弄到头壳，造成无共程度的脑创伤。提醒民众若有相关的症状，唔通叫是好啊，就无要紧，就一定要赶紧就医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